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圣殿中，与他亲近。诗篇28章7节中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来歌颂赞美他。”主，谢谢你。 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是的，主，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高台，我们的山寨，让我们将重担全然交托在他手中，全然的交托依靠。此时就让我们眼目就单单的定睛在主的身上，求圣灵此时此刻就在这当中与我们同在，运行在这里，因为我们渴慕他，渴慕与他同在。这时候邀请弟兄姐妹们敞开你的心，安静你的心，一同来等候他，亲近他，也一起开口来赞美，来感谢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同心开口祷告，让我们来感谢他，赞美他。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你，谢谢你求你的帮助，谢谢求你的山寨，你的盾牌。主，我感谢赞美，主，谢谢。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总在我的身旁。当我面对困难的时候、无助的时候，你是我的依靠。我赞美你，因为你做我随时的帮助和避难所。投靠你的人都是有福的。我要遵从你圣名到永远。主啊，我要将身心灵生命的主权交在你手中，恳求你来掌权在我的生命中，让我凡事兴盛。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此时我们也为了几项事情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为了我们的认罪，让我们在这一周，我们所得罪主的，不管是显而未现的，我们都献上我们的祷告，都来向主认罪。也为了自己的健康、家庭跟工作，还有你的人际关系来祷告，也为了病痛、哀伤中的肢体，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也为了教会的牧师今日讲道来祷告，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为了你自己与神的关系，也为了过去一周所犯的罪，求主来赦免。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家庭、工作，跟我们心灵软弱、痛苦、病痛、
哀伤中的肢体祷告，为我们的教，为我们的牧师讲道。今日求主他的恩膏牧师，让牧师今天所传讲的信息，神的话语进入到每个人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任意往的罪，求你的宝血遮盖涂抹我所有的过犯，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我将我自己的健康、家庭、工作、人际关系都摆放在你的面前，交在你的手中。我相信你，并向你祷告，因为我知道你能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也将教会中哀伤、生病与治疗中的弟兄姐妹们献上我们的祷告，不管你知道与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们都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也为了主生长老他的遗嘱，婷珍姐，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你的灵安慰的灵就在这当中，亲自来安慰他。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此时与我们同在。我们将今日的主日礼拜牧师的分享全然交托，求你让主日的程序一切都能够顺利。牧师今日的讲道传讲的信息，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成长与领受。孩子这样的感谢、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只是距离你全然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让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要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只是经历你全然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让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让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让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哈利路亚！感谢神，今天呼召我们，带领我们来到那圣殿来敬拜他。如果你可以，此时邀请弟兄姐妹们从座位上站立。从城门你要抬起头，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期待唱出赞美他，向前说举手称颂。为他之中所充满都属于他。
举手称颂，你何其中手中满都属于他，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起来欢呼赞美他。我们在这里欢迎你降临，万军耶和华配得一切尊荣。我们在这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主啊，你百姓真欢迎你。我们在这里欢迎主降临。我们在这里欢迎你降临，万军耶和华配得一切尊荣。我们在这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主啊，你百姓真欢迎你。众城门你要抬起头，永久的马步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起来欢呼赞美他，向神说举手称颂。你何其中手中满都属于他，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起来欢呼赞美他。我们在这里欢迎你降临，万军耶和华配得一切尊荣。我们在这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主啊，你百姓真欢迎你。我们在这里欢迎你降临，万军耶和华配得一切尊荣。我们在这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主啊，你百姓真欢迎你。我们在这里，在这里欢迎你降临，万军耶和华配得一切尊荣。我们在这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主啊，你百姓真欢迎你。主啊，你百姓真欢迎你。主啊，你百姓真欢迎你。哈利路亚！将这个荣耀归我们的神。主啊，你是大能的君王，你是尊贵的君王。主，我们要来敬拜你，因为你是值得我们敬拜与赞美。主，我们要高举你的名，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能的君王，尊贵的君王，我们敬拜你。
为我们献出了生命，带来了丰盛的恩典。只有透过你，我们才能有永生的盼望。谢谢主，我们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一起聚集，为了是要荣耀高主主的名，也要从主话语得着力量跟帮助。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也愿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得着恩典，得着赐福，得着平安。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同心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接着我们来恭颂上帝的话。今天的经节有2个段落，第一是在《使徒行传》第5章，第二个段落在《罗马书》第1章。《使徒行传》第5章38节到42节，我们一起来攻读。加马列说：“对于现在这件事，我告诉你们，不要跟着作对，让他们去吧。如果他们所计划所做的是出于人，一定失败；如果是出于上帝，你们就不能够攻击他们。你们所做的，恐怕是在敌对了上帝。”议会接纳加马列的意见，于是把使徒叫进来，鞭打他们，又命令他们不得再借着耶稣的名讲道，然后释放他们。使徒离开议会，因配得为耶稣的名受凌辱，心里非常高兴。他们仍然天天在圣殿和个人的家里不停地教导人，传扬有关基督耶稣的福音。接下来是罗马书第1章14到16节开始。因为无论对于什么人，开化的、没开化的，有学问的、没学问的，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我迫切地要把这福音也传给你们。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犹太人，而后外邦人。接下来我们请圣歌队为我们来献诗，献诗后请牧师为我们讲道。今天牧师所讲到的主题是只为福音的缘故，只为福音的缘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的主日敬拜节目更丰富首先呢是由我们的圣歌队他们在昨天晚上呢，借由我们台南神学院的李建立博士来为我们做指导就练了2首诗歌昨天才练今天就要把最好的呈现出来那我们就安静来领赏这2首诗歌我们特别感谢李博士特别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当客座指挥我们先用热烈的掌声来鼓励一下。
他特别在昨天晚上来到我们圣歌队当中给我们做指导哈。他很称赞说我们的圣歌队很棒，那经过他指导更棒了哈。他很忙哈，特别来到我们当中帮我们指导，我们谢谢他。我们教会的音乐人才是很多，但是当指挥的博士就不简单哈。他特别回来到我们台湾，他是拿来教会出身的哦。我们常常去拿来，对不对？林子内教会他南北各地去指导圣歌队，指导很多合唱团哈。我们借由他的指导，我们能更加提升我们圣歌队服侍的品质，当然是为了要荣耀神哈。他们早上第一堂已经服侍过，现在又第二堂，所以他们等一下回去的时候就要先离开，有的要服侍了哈。我们再一次谢谢李建业博士跟我们圣歌队，谢谢，谢谢。好，我们请回座哈休息，谢谢。各位弟兄姐妹，除了现在这个圣歌队美好的诗歌以外呢，我们牧师先不要讲道，先听一位特别有吸引力的那个寇子叔叔来分享那寇子叔叔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一段简单的介绍影片再来我们就要请他来现身说法圣歌队可以等一下先休息哦好，我们先看一段影片。好，我们在等寇子叔叔，他在哪边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传福音、不懈怠的寇子叔叔。好，到前面来了
有，大家主内平安，平安，我是寇子叔叔，来自马来西亚，你们好。好，哎，应该是第一次吧，牧师。啊？你们敬拜赞美有小走出来。啊，第一次哈哦，哎，我们知道来到上帝的家中呢，是要带着什么呢？充满着。感恩跟喜乐，阿门，阿门。哎，感恩跟喜乐哦。我从遥远来，带着乐器来，拿乐器哈来呈现给大家哈。他们说马来西亚人哈多才多艺，什么语言都会讲哈 ，OK 的。哎，这上帝的恩典哈，为了什么呢？要传扬他。要用诸般的智慧，哎，小乐器，好，哎，现在有一首歌给大家哈。哎，如果你懂这首歌，可以一起哼一起唱，好不好？哎，这首歌好特别哈，是名曲啊，世界名曲，上榜过后没有下来的，很出名的，作者没人知，哎，但是呢，却每一个族群呢都在唱这首歌，因为口子叔到了30几个国家哈，哎，包括台湾。第33个国家，来把这个好消息、喜乐呢带给观众，呈现给大家 Concerto C Major C 调了。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他圣经描述我。耶！谢谢谢谢。耶稣爱世界上所有的小孩，包括大小孩，也少不了老小孩。上帝都爱哈，上帝很奇妙哦，他将他的爱呢展现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啊，在黑暗的这个时代里哈，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小小的，哎，这个灯泡哈。就是你和我了哈，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是世界的什么啊？光世界的光哈、光要在哪里照耀的啊？就在黑暗的地方照耀的哈、哎，在教会太多光了，在照相机的就曝光了。哎，我们也是世界的什么呢？世界的盐哈，蛮修咸了哈，在调和的这个和平之子啊。阿门。那称为上帝儿女的，就是和平者。你是不是和平者啊？就代表你是上帝的儿女哈。啊，世界各地呢都需要什么呢？这个光来照耀。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是世界的光，这个大光就是上帝，我们就是他的小光。光呢要在那里操作的，最黑暗的地方呢来操作，让四周的人都能够看到什么呢？看到上帝的作为，而不是看到我们的多厉害、多本事。好，哎，奇妙的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这个光照耀，上帝把我们摆设在不同的岗位，在你的职业、在你的工作，在学校、在家里，阿公阿嬷也少不了哈。你在家里也要什么呢？为主发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呢，灯不能够放在头底下的哈，放在哪里呢？放在灯台，能够照亮什么呢？一家，就从家庭开始。光呢，在城市那边呢是隐瞒不了的，有人的地方就有什么呢？就有光啊。遥远的人看到啊有光，就看到什么呢？看到希望。有光呢，就看到什么呢？看到方向。很奇妙啊！你和我都是上帝要将你摆设在你不同的地方，为他发光，把上帝的爱、他的喜乐传开，让他们呢能够看到你的好行为哈。不是我们好到哪里去的，这个好行为是什么呢？你有这个喜乐，你有这个平安。虽然在困苦当中呢，你都没有放弃，你仍然有这个喜乐在你的面孔上。所以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哦，因为我们知道，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哈。耶和华的喜乐乃是我的什么呢？力量哦，这就是我们的跟其他人不一样的这个好行为哈。有时候上帝会感动你为一个人祷告，有时候上帝会感动你，让你做一件事情。上帝呼召我做小丑，一走就走了28年，啊，为他什么呢？为他带喜乐给各个人士，不管是谁。最封闭的地方，我却有办法，这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智慧，好，要传福音呢，要用诸般的智慧。我们知道，在这个人生的荒野里面哈，哇，要带人信耶稣不容易，也不简单。哎，你们都有熟悉这个标志哈。哎，这个是基督徒的鱼啦，我们要得人如得鱼，但这鱼在哪里呢？油不会自动的游进来教会的啦，我们要出去，因为圣经有说，耶稣也教导我们要去传扬他的福音，要把这个好消息传开，对吗？所以这个鱼要游进来呢，没有这么容易，我们要出去来传扬上帝的大能，告诉他们上帝有多爱他们。这些鱼哈，不简单哈，他们有见识，他们有眼睛，他们看了很多，他们也听了很多，他们也知道了很多，但是却他们不知道上帝的作为。只有你我知道上帝的作为，也知道上帝的计划。这个福音呢，要传开给这些世上的人。虽然他们有眼睛，但是他们看不到上帝的作为啊，因为他们没有亮光，没有这个上帝的光在他们里头。所以呢，我们要他们能够看见啊，就要靠你了，我们为他发光。阿们。这只鱼呢很聪明的，它不会乱吃的。
但我们知道，没有上帝的人哈，他们吃来吃去，吃也吃不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心灵没有得到饱足。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之粮，吃了我，你就不会再饿。我是活水的泉源，喝了我，你不会再渴。”为什么世上的人呢？没有上帝的人呢？他们一直追求，一直要得着，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满足他们的。所以我们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答案给他们呢？让他们能够看见，有吗？有。我们就是世界的光，人家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会将荣耀归给谁啊？上帝，不是归给你哈，不是我们厉害，而是上帝透过你为了发光。我们只是一个管道，我们只是一个器皿，上帝能够使用的。我就是那一位能够为主发光的哈，能够把这个好消息敞开给那些世上的这些鱼，他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他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需要靠什么呢？需要靠你啊！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为我们复活了。他将这个使命交托给你了。坐在这里，每个星期不只是来敬拜赞美，自己开心就好。主要的是什么呢？要传开上帝的爱，让世界上的人都能够知道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也知道他会给我们什么呢？一个盼望，给我们一个永生。但是外面这些人不知道，不懂啊。需要谁呢？需要你和我。你和我看一下，有些人觉得很渺小，像条虫。上帝也用虫啊，还记得吗？上帝用那个小虫来教导那个约拿。对。上帝也用小虫哈。如果你觉得你很渺小，很没有用，恭喜你，上帝也要用你。有些人他们觉得我很多才华，很厉害。在这种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呢，上帝都会把我们呢，慢慢的掏空，让你能够学这个功课，不是靠自己哈，不是靠势力，也不是靠才能，而是靠耶和华的灵成就一切的事情，对不对，牧师？上帝要透过你哈，来把耶稣的爱敞开给这些世上的人哈。那迷失的羊让他们能够引到天国那里，上帝的家，成为他的儿女。阿们。阿们。好，我们就一起去钓鱼吧。我是寇子叔叔，有机会再见，拜拜。谢谢寇子叔叔哈。好，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燕华姐妹，还有另外一位是帮气球的帮忙协助气球的部分我们教会的姐妹一起帮助寇子叔叔来做福音的宣扬的工作阿们。他们下午有一个很特别在户外的表演，在我们的这个南纺中心如果大家弟兄姐妹可以带小朋友，在2点的时候可以去帮忙，在那个现场来帮忙招待或是来欢迎邀请，那当基本观众来热烈的掌声，这样好不好 ？Amen。好，不见不散哦，拜拜。好，谢谢。好，那要骑车走了。今天很难得啦我们刚好7月开始下半年我们教会礼拜的这个节目特别的丰富除了刚刚圣歌队的演唱以外，献唱以外，我们也一起透过寇子叔叔给我们很美好的一个属灵的呼召跟分享。那其实他所表演的，他所宣告的，就是衔接牧师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因为时间稍微有用掉了牧师就想要从中间切了一段来分享前面这个半段我们一起透过刚才寇子叔叔的分享，我们一起来领受只为福音的缘故。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预备心，我们来开始。
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2023年的下半年开始，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开头，透过圣歌队美好的歌声来带领我们进入敬拜，也透过寇子史叔他用很特殊的方式，欢乐欢笑，来将主的福音信息藏在欢乐嬉笑当中。主感谢你，因为我们只为福音的缘故，我们愿意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诸般的智慧，以及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宣扬你的福音。再一次献上感谢，愿主的话语来成为我们最大的力量跟帮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我们从寇子史叔所谈到的，他用很特殊、大家容易亲近的方式把福音传开。他刚刚有讲到，他去了30多个这个国家。我们看他的简介他是国际小丑联盟的认证的国际认证的小组，不是随便的。你看他连气球啦，我们的那个魔术表演都会他又为什么愿意这样子劳心劳力做其他工作也可以传福音但是神就给他这样的呼召，给他这样的恩赐。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也要回应这个只为福音的缘故，我们要一起分享前半段我们今天读了2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5章的38节。因为长度的关系我只截取了当时在圣殿特别是圣殿，而且是在这一个当时耶路撒冷的宗教当局那一群人想要处理五旬节传福音的这些门徒，然后他们就把他抓来。那个时候教堂的那个势力很大不像现在，教会没有公权力或是没有司法权力。他们当时在耶路撒冷那个时代，他们就可以抓任何人来审问呢，而且还可以行刑呢，那就跟我们现在差别很大那我们如果看到第5章使徒行传第5章的经文，我们稍微前后的脉络就知道说，刚刚经过了五旬节，圣灵降临节。那门徒在那一个整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广场传福音，好几千人信主。那彼得在那边宣告讲那一段非常出名的他们的祖先怎么样被神所眷顾的故事。后来又行许多神迹那特别在5章的第12节开始有记载说，使徒们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所有的信徒都同心合意，在所罗门廊下聚集。虽然一般民众尊重他们，但是信徒以外的人都不敢接近他们。当时信主的人越来越多，男女都有。第15节说，由于使徒们行了许多神迹，有人把病人抬到街上来，放在床上、褥子上，希望彼得走过的时候，他的影子会投在他们一些人身上。就是说，当时圣灵大大的动工连他们那么多人靠不近所以只要希望说彼得的那个影子遮到他，就会得医治。你看那种信心大到这种程度然后还有一大群人带着病人，他污灵附身的人从耶路撒冷附近的市镇来，这些病人都得到医治12节到16节就讲了这一段非常精彩的初代教会传福音的故事。不过这个情况急转直下从17节到我们今天读的42节这一段，他就在讲到说，大祭司和他的党羽，就是当地的撒都该人，对使徒非常嫉妒，因此决定采取行动。这一段话就是这件故事的一个发生的背景然后他们就把他们抓来了，囚禁在监所里面但是呢，神迹继续有天使把他们领出去了，而且还对他们讲说：“你们继续讲。”好像圣灵就鼓励他们说：“不要怕，
反正有我保护你们哈。然后这段经文就记载说，大祭司的党羽聚集议会，所有的犹太长老，等于是一种很正式的，或是说所有的领袖都来了。然后呢，下到监狱里面，把使徒们提出来。然后他们把这些人提出来之后，他们说：我们到了监狱，看见监门牢牢地锁住，狱警都守在门外。但我们开了监门，发现里面连一个人也没有。哇，他们就非常的惊讶，因为监狱没办法守住他们，没办法关注他们，啊，所以这一群当时的宗教领袖就心中非常的彷徨或是惶恐，到底这一群人怎么办啊？连关在监狱里面都没办法守住他，那这群人我们要怎么处理他呢？他们就赶快请教当时德高望重、受尊重的一位法利赛人的领袖，叫做加玛列啊，加玛列。这个加玛列就对他们谈了这一段话，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他们要研究到底怎么处理呀？关也关不住怎么办？要把他抓来杀掉吗？你继续关吗？啊，所以加玛列给他们的建议，就形成今天这个经文的主题了哈。38节说，加玛列说，对于你们，对于现在的这件事，我告诉你们，不要跟他们作对，由他们去吧。如果他们所计划所做的出于人，一定失败。然后呢，如果是出于上帝，你们就不能击败他们。你们所做的恐怕是在敌对上帝的。议会接纳加玛列的意见。换句话说，加玛列他很有智慧，而且把这件事情的一个结论告诉了这些宗教领袖。换句话说，如果是上帝帮助他们，你守不住了。你们只是神的使者、执行者啊！你去敌对上帝，那还得了？啊，如果是人的，他们做不了，对不对？没几下子就结束了嘛。哇，这个话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让这群领袖做这样子的做这样的处理哈。那我们也常常看到说，现在在国际社会有很多国家还是属于一种威权的时代，对不对？哈，我们刚刚看到一些比较高压的统治，你可以看到那些百姓哦，他们如果一些意见反映，像我们台湾的民主时代，大家反映啊，大家闹一闹、讲一讲啊，好像意见就释放了，民意就释放。啊，如果你越高压，它就越反弹呐。所以这个情况跟加玛列所说的哈，有一些类似的部分，就是你不要去打压他们，越打压，如果是神同意的，那你们真的不得了。你们不是敌对这一群人哦，是敌对的上帝这样子哈。好，那这一段话后面还有一个故事哈。40节说，于是把门徒叫进来，鞭打他们，又命令他们不得再借着耶稣的名讲道，然后释放他们。好像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宣告，说你不行啊，但是进不了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说这一群人，你越打压越反弹，越打压，然后好像春风吹又生，就越扩展了。所以他就讲说，给他们鞭打，啊，给他们警告。不过换句话说，加玛列的建议，他们并心不甘情不愿放他们走，所以呢，还加了一道手续说，叫门徒进来鞭打他们。那表示这些门徒并没有逃走，对不对？他没有逃走，再把他叫进来，啊，先打几下哈，啊，先给他们好看再走。哦，这一群宗教领袖真的心中恨得牙痒痒的就对了。但是感谢主，41节这样描述说，使徒离开议会，因配得耶稣的名受领入，心里非常高兴。这句话我们看起来好像轻描淡写哈，那你如果知道说他们是被鞭打，那个鞭打又不是普通的鞭打，好像打几棍那就解决了。你知道新加坡还有鞭刑，你听到哈？我们台湾不是常常有发生一些案件啊，很多人就想说啊，如果那个实施鞭刑啊，一些人就不敢作怪了。那什么意思呢？现在这种体罚的方式，当然我们不赞成啊。所以现在啊，
大概台湾很困难实施了哈。但是你就可以看到鞭刑所带来的厉害哈，真的是让人家心惊肉跳的。因为很多人曾经在新加坡遇到这样的案件，我们看起来很小的事情，竟然要鞭刑。他鞭刑是把衣服脱下来，屁股就绑在那一块板上打没几下，全部那个皮肤都爆开了。因为那个鞭刑是专业的鞭刑。那问题是，使徒他们是不是这样的鞭刑？确实是这样子。所以不是简简单单的体罚一下我们小时候常常被老师打的手都红肿屁股都红肿回去又不敢给爸爸妈妈讲，不然的话又要再被打一次总是过1-2天就没事了。但是这个不是，这个鞭刑在这个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是有记录的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一群门徒呢，不是简简单单就被放过了，但是他们竟然还说，因为配得耶稣的名受辱。哎呀，这种心境的描述，你怎么样去体会呢？我觉得应该可以用做父母亲的为子女所付出的，稍微可以描述那一点。哎呀，我们当父母亲的，为了照顾孩子，半夜要起床，要把屎把尿的哭了要把他哄他，让他不哭饿了要给他喂牛奶。那我们可以像是说，父母亲因为配得为这群自己的孩子能够照顾他，让他们成长，让他们茁壮，让他们在社会成为有用的人，那我配得这样子，愿意受这些苦。大概是这种心情的描述。那基督徒更不用讲，他们因为这些门徒愿意为主耶稣来受苦，而且还心里高兴。人是在怎么样的思想背景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圣灵的工作，我们觉得我们做不了。刚刚寇子使徒也是这样子，到全世界到处跑。他如果没有从神得到一种激励、呼召、恩典，这个就是做不到。所以你看门徒他们最后他们的结论是怎么样呢？他们仍然天天在圣殿和个人的家里不停地教导人，传扬福音，传扬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我们如果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再看到保罗他所反映的这些话语，也可以前后对照保罗他这样讲，他说：“因为无论对什么人，开化的、没有开化的，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我都欠他们的债。”本来今天牧师是要讲保罗他为什么要传福音，有几个很重要的经典的经文来做分享但是因为今天节目太丰富了所以牧师就把前半段先讲完下半段有机会再把保罗他们为什么为福音的缘故有那么多属灵的恩典我们下一次再一起分享。我只要说，愿意为主受苦。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犹太人，而后外邦人。总之就是保罗他把自己的传福音计划已经设定的超出人的能力了。他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是福音的对象。就像刚刚寇子使徒说，他来台湾非常的期待，因为台湾还有很多未得之民。好，我们只要讲这一段，甘愿为福音受苦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使徒行传就是解释使徒的行踪还有他们的福音工作，他们传扬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如果这个是一个工作，一个任务，我们做完快快乐乐结束了一个 happy ending， 那就不算什么。问题的点是在于什么呢？是要付出代价。好，寇子使徒用欢乐，那已经不简单了，更何况是愿意为主耶稣受苦所以你看，使他们传扬福音，不断遭受逼迫，但是毫不屈服于任何压迫，仍然坚持传福音。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精彩的部分特别是保罗我们前不久才透过孙宝玲牧师博士所带领我们一起研究使徒行传。
那些故事真的是一波又一波，精彩又精彩哈。那我们只要看到这一段，来回应刚刚寇子使徒所说的，门徒他们被鞭打前面有写到说，于是把门徒叫进来，鞭打他们，又命令他们不得再借着耶稣的名讲道，然后就释放他们哈。那换句话说，门徒还是继续啊，那表示说他们不怕鞭打，不怕这些受苦。使徒不只是传福音而已，而也不是一开口听见人就信耶稣，因为他们要经过许多的苦难。我们看到使徒受鞭打，还有严肃的刑罚，都阻止不了他们继续传福音。好，那这些受苦，刚我提到了新加坡还有鞭刑。那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或者说他们从传统的历史，他们也有鞭打的这种刑罚哈。在希伯来文的圣经有描述到说，鞭打他们的意思是，换句话是皮被剥掉的意思，不是简单的红肿就好，就是剥掉了啊。所以因为当时的鞭子是用牛皮所做，而且在尾巴哈，我们看到有一个受难记有没有？耶稣被鞭打有没有？那个鞭子的尾巴还有那个刺，有倒钩，有钩刺，然后一甩下去，整个皮就被拉开。你那种疼痛，几乎是人没有办法忍受了。就是说，你看有时候我们有看到一些网络传的影片吗？不是新加坡的年轻人被鞭打啊，哇，他真的是把他拍出来，吓死了，打没2下，整个屁股都皮都破开了，所以难怪新加坡那么严刑峻法，很多人不敢去新加坡做坏事情哈。那在希伯来圣经里面提到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有1-2个经文可以做佐证了哈。申命记25章第3节有提到鞭打的刑罚，他有讲说，顶多打40下，不得超过。他说，如果超过这个数目，就是公开侮辱他。意思就是说，40下以下，几乎是一个人能够忍受的程度了。再来就等于你把他当废人一样了，就救不起来的那种感觉哈。但是一般人在做研究说，大部分的人打不到10下，皮肉就会裂开、绽开流血流不止哈。所以我们就可以印证到说，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11章提到的，他说怎么样呢？他说保罗被打5次，每次40，怎么样？减去1下。换句话说，这些施行刑罚人都很清楚，他知道说不要超过40合理的刑罚不会被别人告这样子换句话说，打39下没有超过，但是问题的点在于，他并不因为这样子就阻止了他传福音的心志。那我们讲到这边，就会看到说，哎呀，整个传福音的历史都是这样在进行，传福音的历史在这样进行。那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这样子做？那等于保罗他所说的这一些，今天我们要暂停在这边了哈。有5个原因，保罗他只为福音的缘故，大概是全世界所有基督徒在传福音的心志，大概就逃不出，就是说没有超过保罗所讲的这些他的原因。那些原因，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努力传福音，认真传福音，我们也一起学习保罗给我们这样的勉励跟心志在我们的那个大纲里面有提到了，但是我们下一次再一补来分享哈。最后牧师要说的是，我们一定有软弱，你不要以为说哇，我一定有保罗这样的力量。通常人会传福音，不是因为他哇理直气壮一下子什么事情都准备好，都是因为领受到恩典，他就改变了他原来很软弱，或是很畏缩，或是觉得不要不紧，都改变。如果你没有被圣灵所感动或是呼召，人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下半年呢，又开始要筹备说，
我们是不是在圣诞节前，我们各小组开始开始酝酿，开始来计划，我们能不能够再组织这个幸福小组来传福音？虽然这个很大的工程哈，有些人可能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也可以做一点变通，有的把这个幸福小组的次数稍微减少，或者说举行单独的一个福音的餐会福音的茶会，或是借由像寇子史这样一种活动，把福音传出去。我们目的就是为了让福音广传出去。那我们在这个做幸福小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说 slogan 也好，或是我们的一个决志的一个呼召，就是说，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这样的话，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特别是在外在的价值观你没有办法去对抗的时候，一种内心的一种力量。什么叫做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就是你做这种任何事情，你觉得有代价，你才要去做啊，对不对？我付出了3个小时的工作我能够赚多少钱？你要去算嘛。但是传福音是这样的概念，就是说，只有看不见的价值。那个看不见的价值驱使你去付出代价。保罗付出代价，门徒付出代价，甚至他们竟然是说配得为主受苦，而且心中高兴。那就是因为那看不见的价值，他愿意去做。期待我们弟兄姐妹开始在主面前一起祷告说：主啊，愿你也这样的恩典赐给我。这个不是人的能力，就像刚刚寇子史书所说的人真的很软弱，需要神的带领跟力量那其他的事工我们分享，我们等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一起。保罗他怎么样？他的福音的理由为什么能够不畏惧，而且勇敢向前？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停止，我们要一起来做一个回应诗，来唱诗歌，来回应主的呼召这首诗歌呢是我们的差遣我这首诗歌差遣我这首诗歌，我们在琴声的当中，我们坐着一起来回应。有同工如果会唱的，用麦克风带着我们一起唱。他是万之之主，智慧君辉煌，是所看的主经，主照你的声音。你是我愿意对主说，我在这里就参见我，差遣我，我愿跟随主教中。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再一次好不好？你是否曾听见主照你声音？他是万之主，赏赐智慧的和平君主。你是否曾注意去倾听主呼召你的声音？你是否愿意对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差遣我，我愿跟随主教中。差遣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能够愿意为主传福音的人，我要说，因为他蒙召恩典，因为用劳役的观念，就是劳务的观念，用威逼的观念都没有办法让人传福音，只有恩典的子民才有办法。我期待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都是神恩典的子民，是被圣灵所感动的，所以你会越传福音越快乐，越传福音越丰富。虽然手中没有，但是主有万有。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赐给我们这样传福音的心志，
只为福音的缘故，我们来思考，我们来纪念，我们的身边还有很多朋友、同事、家人、亲友，他们还没领受到福音的好处。是我的心智不够呢，还是我的方法不对？我们就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用见证、用爱来挽回他们。就像保罗，他被鞭打，仍然勇往直前，为主来传福音。我们在主面前做一个决志，说：主啊，求你将这样的恩典给我，能够传福音是恩典。第二个，我们为寇子史叔他的福音事工祷告，他无论到各地各处，有许多人透过他的表演认识福音。第三个，我们为教会在暑期有主日学的夏令营、青少年的夏令营，我们有很多暑期的事工，也求主带领我们所推动事工的顺利。在暑期的时候，很多年轻人要升学，有的毕业要进入职场，求神带领他们，让他们在下一个阶段有神特别的恩典跟带领。尤其最近我们东区仁德这个地方有这一个登革热的疫情，也求主保守我们一切都能平安，能够消除这些病媒，让我们有一个平安喜乐的夏天。我们也为病痛中的弟兄姐妹祷告，求神亲自赐下医治。你有感动可以提名为他们做祷告，一起来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求父神，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的能力跟浇灌，一起在我们当中。求神的恩典赐福，让我们看见你看不见的价值，愿意看见很多灵魂得救，就得勇往直前，不怕任何的困境跟苦难，勇往直前为主来传福音。神啊，求你保守我们在暑假当中有很多的福音事工，很多夏令营我们的夏季一切的活动，求你亲自带领跟保守。特别求主保守我们教会我们在暑期的时候，我们在东区碰到仁德东区有很多病媒蚊有登革热的现象，就让我们能够小心防护，能够早一日脱离这样的威胁。主啊，我们请为病痛中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你赐下医治，让他们在主恩典下面有好的医药，有好的医疗的照顾，恢复他们的健康。我们也为寇子叔叔祷告，求你亲自带领他福音事工都能够勇往直前，一切都能得到顺利。感谢赞美你，现在父神，感谢你，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你面前，愿你将自己摆上，是因为为了福音的缘故，神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借由我们传福音的心志，我们看见神更丰富的供应，更大属灵的恩典要给我们。我们因为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价值，所以我们愿意付出许许多的代价。主啊，我们在将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你手上。在暑假的时候，很多人无论是暑假的休息、学生升学，或是要毕业进入职场，就求神亲自来带领他们，我们所做的下一步都有神特别美好的带领。病痛中的弟兄姐，也请你赐下医治在他们身上，借由医生专业的这个诊查医治，能够让他们恢复健康，带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神。感谢赞美你，将每位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上。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准备来做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
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接着我来报告。报告之前，我们一起来背诵，来诵本页的经句箴言第3章5到6节，用开始。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章5到6节，再一次。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章5到6节。我们做报的第2页有下礼拜的服事同工，请相关同工的人要留意一下。下个礼拜的司礼是谢承佑长老。第3页相关的各项聚会以及出席的消息，请大家自己浏览。第4页我们肢体交通本会的消息。第一，本日是总会社福事工的关怀之日，邀请我们兄姐参加、关心、支持总会的各项关怀的机构的事工，有底下的台北妇女发展中心等等的单位，请大家浏览。第2点我就不再重复。第3点，下个礼拜日7月9号是文字事工的奉献，我们公报社有派退休的曾宪仁牧师要到本会来证道跟请安，我们也为这事来关心代祷，并踊跃为文字事工来奉献。第4，我们本月定于8月13号要举行圣典礼，要受洗的，请7月9号以前完成报名。如果提摩太的区友可以再向曾瑞平牧师来报名。第5点，等一下我们牧师会为我们做庆生会，为我们的寿星来祝祷。第6点，仁德长兴教会的有父亲节皮带的义卖，那每件是500元，他们要筹募社教70周年的事工经费，欢迎兄姐踊跃认购，可以自用，也可以做父亲节的礼物。第7点，丧礼消息，我们敬爱的洪祖生长老，在我们不舍的心境感念中，他在6月28号蒙主恩召，
我们为挺真长老娘他们的家人来祷告，给他们安慰和力量。本会定于7月8号在上午8点半，在台南市的殡仪馆怀恩厅做日念以及火化的礼拜。当日的下午2点半，也在教会做追思的礼拜。请大家为哀家来祷告。之后的肢体交通项目相关的关怀代祷事项，也请大家自己浏览。后面的奉献征信如果有出入的，请向办公室来更正。以上报告，接着请牧师来为我们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姐，我做一个补充了哈。刚刚我们有看到有几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因为时间的关系，他们已经先离开了。我们仍然继续为他们祷告，求神带领他们的道路哈。那前面有一些报告，我还有透过投影片，我做一个补充。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寇子叔叔呢，他下午会到那个这个南纺的那个表演台去做表演。那我们的保罗牧区呢，有邀请说，如果弟兄姐妹你时间允许，或家中有小孩，等于我们带去欧宴的对了去那边帮忙热场也帮忙发传单因为南纺很多人嘛，如果有机会传福音这寇主是你看他打扮这样来化妆在夏天那么热他都甘愿为主服侍了，我们去帮个忙也应该了期待大家时间允许欢迎大家去。那当然寇子叔他全世界到处跑又没有什么福音联盟或是有什么差会来给他，就是靠有各地的热心的兄姐为他们奉献支持了如果弟兄姐妹你有感动，想要为寇子叔他的福音事工做奉献我们教会有准备了一些这个小小的这个奉献袋你如果有感动，你可以为他们做奉献就交给我们的干事或是我们的那个长职收奉献的就可以这个奉献呢在后面我们的招待桌有预备一部分，如果大家有感动，欢迎大家参与了另外就是刚刚我提到那个仁德，我们隔壁仁德太子庙那边有一个叫做长兴教会他们的牧师跟我是同学，上一次有来我们这边讲道嘛他讲话很风趣你可以把那一张那个报告的图片给我他们呢为要纪念那个70周年70周年的这个筹募经费了他们可能有厂商提供特别为基督徒做的这个男生的裤带男生的皮带那个皮带有2个皮带头一个是我们看看这个这个是有写耶稣英文的耶稣就挂在这边第二个是这个希腊文的我们常常在很多基督徒的车子上面不是贴了一条鱼吗这几个字希腊文的字母是鱼，但是他们当初基督徒用这个名字来暗示他们是基督徒，因为每一个字的字母的开头就是代表一个字，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是救主那5个这个字母就拼起来刚好是鱼的意思这个是早期初代基督徒，刚刚我们不是讲他们受到迫害吗？他用这个鱼来象征他们是基督徒所以有很好的一个，最主要是它的材质很好，牧师有看过而且我想这个皮带应该像牧师这个年纪或是中年人更好用，因为那个皮带宽宽的如果你第一个男生自己买来用挂起来很漂亮第二个如果说你的爸爸或是你的先生，你可以买来送他因为原来是想说能不能当那个父亲节的礼物因为我们教会没那么多钱一个要500块，我们教会只送200块的礼券所以你如果想要的话就登记不然就
拿了礼券呢，再补300块也可以啊。不过这个是在我们纯粹是帮忙宣传义卖哦哈，他们要筹募这个70周年的经费。那如果你有感动，你有兴趣，到楼下可以实体的做一个看一下哈。这个一个是1条是500块，2条是1000块哈。等于是帮他们做义卖，他们能够做一个经费哈。欢迎我们在7月底就截止，因为要送货过来给大家做一个父亲节的使用哈。这一点我们请一起努力啦哈，一起关心。那另外我刚刚有讲到这个就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真言抄写哈。哇，第一阶段竟然有36个，今天欣欣姐还拿来给我，他们教会公报说礼拜天以前都算，所以又加了一个37个就是通过了抄写整本的是那个真言哦哇，真的不简单呢。有的人1个月前就写好了，表示说他可能天天有空就写所以真的很不简单，37个真的不简单。愿神赐福给大家。不过你不要说我来不及了，算了，丢了，就继续写，因为我们9月底以前，我们教会还是有效就对了，要收件你如果现在开始写，还3个月应该来得及啦。再去补买那个书来填写越写越有心得，因为每一句真言都成为一个很好的生命的粮食嘛所以欢迎你继续参加在9月底前教会都有小礼物给你，而且你买的这本书钱再还给你，有写完才算写完就还给你如果没写完你自己吸收了啦好，那还有一点要报告就是我们可能第2堂礼拜的弟兄姐妹比较不熟了，就是我们教会退休的长老就洪祖生长老，其实他也不算退休，他应该算是提早退休的意思啦，因为他在礼拜3就没有什么预兆早上清早起来，他可能躺在那个按摩椅上面，他长老娘以为他在休息，就没有叫他。等到孙子要上学要跟阿公再见的时候，奇怪叫不醒，赶快他儿子就是他的儿子赶快帮他做急救做心肺按摩，都已经来不及了就是很突然的情况了突然情况求神怜悯求神怜悯赐下安慰在他身上求主保守有2种心情一般外人会认为说他很好命，因为他没有受到任何的苦痛但是亲近的人会觉得很不舍，因为他前一天晚上还在主持小组还在关心小组带领小组，而且到那一天晚上的10点多还在小组当中留言说关心我们的肢体那我们也不知道神用这种方式带领他去我们心中不了解，但是我们一起来关心，为他们做代祷在礼拜6的下午早上要举行入殓跟火化礼拜，我们有长职的小组会去参与。如果弟兄姐妹要参加可能要自行过去了如果需要交通服务的登记一下，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那在当天下午的2点半要在教会举行追思告别礼拜，如果大家时间有空，欢迎一起来表达我们的哀思一起为他们做代祷最后一个就是提醒各位我们东区竟然又开始流行那个登革热登革热看起来可大可小有的人感染到那个症状很严重有的就好像发烧一样，但是问题是他如果有病没闻，你感染到了，你的活动范围都要被消毒这是才麻烦呢。牧师在高雄的时候，刚好好几年都流行登革热，牧师馆常常要买那个什么塑胶布把它包起来，因为卫生单位说我要来喷药因为教会很多人出入，对不对？如果有一个就是确诊的人来走过这边，就要封管要喷药，所以那个麻烦比得到更麻烦所以我们请大家小心
最近那个下雨很多哈，一定要赶快把水倒掉哦，特别是那小的盆啊，什么那些废弃物啊，希望我们很赶快这个控制能够赶快下来哈，去让大家过一个平安的暑假。好，牧师就做这样的报告，我们来做结束，谢谢。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颂咏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随后我们请牧师为我们来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护、带领、保守，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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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我们请坐默祷，我们要庆生会才结束哦，哈。我们请做默祷来避讳。感谢主，我们在7月这个温暖的月份，我们有许多的寿星，不知道我们在场的有没有寿星，请起立好不好？我们要为你们做祝福哦。7月份的寿星名单里面都有啊等一下我们要唱生日快乐歌，然后我们要请刘美淑老师来吹蜡烛我们开始唱生日快乐歌。我们唱完再吹哦。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赐福给你，祝你生日。英文的，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好，我们的刘美淑老师要代表吹蜡烛，我们楼上也有，楼下也有7月份的寿星，要把口罩拿下来。对，好，1、2、3，拍手鼓励。好，谢谢，小心哦。我们来为这些寿星祝福我们在座结束，一起来祷告。现在父神，我们感谢你，7月份是一个温暖的日子，感谢主赐给我们许许多多7月份的寿星。神啊，我们将他们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就像你保护同人一样来保护他们，让这些寿星在他们的生活、工作以及他们的每一天的行程都有神特别的保护。主啊，赐给他们在工作有力，他们的健康得到神所赐的赐福更有精神体力，也让他们在家庭在生活在服事都有神特别的恩典。我们将这群寿星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他们每一次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活出主的样式，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也再一次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以及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在这个暑期当中一个美好快乐的夏天，也让我们天天享受到神恩典、福气、保守。主啊，感谢你，我们要离开，也求你带领我们平安回家。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拍手，谢谢。我们隔壁来祝福一下祝你平安喜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有没有同工来帮忙把那个讲台恢复把讲台恢复起来，谢谢。
你什么？你现在才知道？